終於放學啦，溫書溫到個腦就係缺氧，唔得，我一定要去買杯極邪惡黑糖珍珠鮮奶慰勞下自己先。喂，阿 Ken，仲有2個鐘就要食飯噶咯喎，忍下啦。一杯珍珠奶茶成30-40蚊，同一個 lunch 差唔多一樣價錢。你今個月零用錢有水清零啊？哎呀，Amanda 大師，你放過我啦！我梗係知我唔飲10日真奶夠錢一次過飲10杯啦，下下計住咁使，儲到個1000幾百有鬼用咩？倒不如活在當下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今日有奶茶今日飲啊嘛！一個5蚊銀，叮鈴一聲跌咗落地下，碌到路邊。喂，有個5蚊啊！5蚊買粒魚蛋都唔夠啦，咁大魚唔好為咗5蚊整濕自己算數啦。哇，你李嘉誠啊，5蚊唔係錢啊？你知唔知跌咗嗰個5蚊唔係5蚊嚟㗎，係你將來 grad trip 去歐洲嘅經費啊，係屬於你未來嘅種子啊。吓，5蚊去歐洲？你讀書讀到傻咗啊？搭輕鐵去元朗都唔夠喎。講真啦，就算我唔飲呢杯嘢，儲埋咪係得個吉。好，我就同你計呢條數。你每日慳翻一杯嘢飲30蚊，一個月就有900蚊。你試下將呢900蚊供落去平均回報6% 嘅投資項目，5年後你估下有幾多？900乘12再乘5年，54000咯，加埋啲利息，頂住咪6萬。錯，係64000啊！如果你只係放喺豬仔錢罌，的確得54000。而家多出嚟嘅1萬就係複利息送俾你嘅禮物。哇！1萬蚊，即係我不勞而獲？唔係不勞而獲，係你嘅錢幫你做緊嘢。利息就好似你嘅免費員工，24小時幫你搵緊錢。你瞓覺嗰陣，佢依然幫你賺緊旅費。呢啲先叫做理財。真係噶，多1萬蚊夠我去轉歐洲 grad trip 喎。原來飲落我肚嘅唔係奶茶，而係去歐洲嘅機票。冇錯，呢個就係拿鐵效應。錢係會喺察覺唔到嘅地方流走，但更痛嘅係背後嘅機會成本。機會成本？即係話我錯失良機？係啊，你而家飲緊嘅唔係只係一杯奶茶，你係飲緊一張未來去歐洲嘅機票，同埋去美國嘅機票，甚至係你第一隻股票嘅入場費。為咗呢一刻嘅口腹之欲，你放棄咗未來更大嘅回報。呢個被你放棄咗嘅可能性，先係你最昂貴嘅成本啊！你講就無敵，但我全副身家得幾百蚊，去銀行開個投資戶口至少都幾千蚊低消啦，又要手續費，點玩啊？你個思維仲喺石器時代，而家有個概念叫碎片化投資。碎片聽落好似爛銅爛鐵咁嘅。錯，想象下你而家想食 pizza，以前有規定一定要買成個大批先准食，你當然買唔起啦。但係而家科技進步咗，容許你只係買一塊。即係話以前銀行嫌你錢少唔做你生意，而家少少錢都可以買到股票。Bingo！ 只要你有手機，你已經有資格同世界首富買同一樣嘅嘢。呢個呢，就係金融平權。但係我想買嘅優質公司有好多喎，例如有 Apple、Meta、Nvidia 等等，但我手上嘅資金又有限，冇辦法做到每間公司都買嚟分散投資風險。我又冇巴菲特嘅眼光，如果我買死一間，佢一跌，我咪蝕晒啲血汗錢咯。其實針對你呢方面嘅憂慮，市場上好流行買 ETF。睇你個樣，連 ETF 都唔知係咩啦。ETF 外星朋友？ETF 就係指數型股票基金。簡單嚟講，如果買股票就好似去買生果一樣，而買 ETF 就好似買一個生果拼盤。你想買科技股唔使煩惱 Apple 定 Microsoft， 買一隻科技股 ETF 裏邊已經幫你包裝好幾十間甚至幾百間嘅科技公司，你只需要俾一筆錢買呢個拼盤，你就同時擁有晒咁多間公司嘅股票啦。哦，即係我用少少錢就可以一次過買晒佢哋？冇錯，呢個就係 ETF 嘅威力。就算裏邊其中一粒提子爛咗，個籃入邊仲有蘋果橙同香蕉撐住，從而達到分散風險嘅效果，係咪穩陣好多先呢？聽你咁講，我好似醒咗。呢個5蚊，我要抹乾淨佢先。Amanda，你講得啱，呢粒係種子，我要好好咁收埋佢，放入去呢個 app 度滾存。咁就啱啦，記住，數碼時代嗰部手機係用嚟發達噶，唔係用嚟敗家噶。從今日開始，1蚊都唔好放過。善用 FinTech，積少成多，你都可以係理財達人。